关心，主作万民之罪恶怒，当心为类主保重，第三世灵所感应是必定地大华音，万刷经过参也召会，积罪并万良洪水，交加是国天下最传，雄主跳堂云无双，主力下面主力属后，康修尊重言全书，我派奇妙一路观堂，那海空跨出能浪，雄主的北基督兄弟，苏海之间亲无比，人人三条无兄弟，要求你老眼我里。好，我们上3节就好了哈。第2首是新圣诗132哈。耶稣听我，我知面。这条歌咱应该是足熟，咱去做囡仔的时定来咧唱哈。我们把第1节的歌词念一解就好哈。来，耶稣听我，我知面，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正，耶稣话听惜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我们来唱3节。耶稣听我，我知面，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正，耶稣话听惜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第2站。耶稣听我，伊有信，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过伊洗净，可以洗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第3站。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讲路尾，伊要带我去地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3首是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咱甲歌词对头来念一解。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悬无地比，仰望关山岭四边，白色满片时，透早显门山花开，日头发光辉。这山悬大人行善，主恩搁较悬。第2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深无地比，海见水摕的山坪，大影幕铺伫遐，黄昏家己海岸，日光犹袂散。这海虽深水上淹，主恩搁较深。第3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地比。一望无际的沙漠，
遥远的风波，痴情阿拉伯旷野，日光地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主温搁较快。好，我们从第一节来。上帝的恩惠慈悲，结果无地边，仰望宽山也是比，白色我变是，透早黑门山花开，日头花更辉。关大人欣赏，主国较宽。上帝的恩惠慈悲，价值无地边。海角吹堤的山坪，大雁破瑞响。黄昏甲日海湾，日光耀的船，这海水清水相映，自阮搁较深。上帝的恩惠慈悲，结果无地边，希望无这沙漠。遥远的风波，痴情阿拉伯旷野，日光地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自阮搁较宽。三节再一次。上帝的恩惠慈悲，结果无地边，希望无这沙漠，遥远的风波，痴情阿拉伯旷野，日光地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自阮搁较宽。这里求阿妹。阿门。是咱陪伴咱的心，要进入咱今仔日的敬拜，请咱安静伫主的面前，请走到。
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叫。咱三甲来吟圣诗36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请咱起立。快乐快乐，欢来敬拜，应要上帝我的爱，心心欢喜靠主名情，也靠仰望神更名，举上跳手求主夸萨，要以我安不打我，愿望快乐欢头来临。灿烂更年迎欢喜，修作万民齐在欧罗，当时为为主播中，天赛圣灵撒刚应许，地边对为我欢喜，万刷清口残阳和会，且水平安凉风吹。皎皎星光，天下最壮，上主听当眼目光，主力下面主力守候，抗受尊重眼前上，我跳起苗一路万涛，大海光华最登高，上主天北基督。主爱情的情无边，人人三听好无客气，享受喜乐变无离。日我之心三个名声，只罪恶路主生命，上帝主爱普遍人类，求助三听嘅魔鬼。千赞不断，日日向前，一路奔跑为天行，一路歌声亮亮无停，传万人开山听心。阿门。请咱当心来祈祷，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这是你所定着的圣日，愿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愿正信徒，包括伫厝内同心敬拜兄姐，来到你的面前施恩宝座前，用恭敬甲诚实的心来敬拜你。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上帝。我要你唱歌，鞠躬敬拜，跪落伫你的面前。我们专心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因为伫你有慈爱，阁有丰盛的救赎。我的心神要学习你，我们记得你一切的恩惠。我也要世界讲，耶和华做王，世界坚固袂摇动。你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求你互阮明白你教示的路，阮就静静想你奇妙的事。今年，全世界拄着武汉肺炎的侵犯，陷落伫极其困难的处境。互阮明白人是遮尔有限、脆弱、自私、欠缺疼心。有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也有侪人因为安尼结束事业、失去工作。有人夭骨伫病床，恳求主你施恩怜悯。医治、保全、拯救，伫这患难中的性命，也求主你保护，互阮会当生活伫平安的中间。特别恳求主你保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互因伫抢救的中间有够业的智慧甲体力，去面对一切的问题。恳求主你赏赐智慧，
互对抗武汉肺炎的药品会当及时得到发现甲生产。想使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有够业的智慧甲仁爱的心做决策，或者疫情会当紧紧过去，恢复地上平静的生活，佮互人类透过这边的灾难清楚人的有限，着谦卑幸福，尊主做大，愿意互相帮衬，彼此相听。上时，阮也为着这个期间教会一切的聚会，恳求主你甲阮三角之地，互阮正信徒有缘守主的教师，日日倚靠主，亲近主，接受安息日同心敬拜，互各团契小组的网络聚会有真好的效果，互阮中集同工，同心关心集体。求主保守教会所设立的幼心、幼儿园、师生，一切拢平安。保守阮中间有事业、工作受影响的，会当顺利突破这个困境。亲爱的主，我要搁一摆献上感谢，因为阮教育馆的工程已经顺利摕到使用执照。主，阮全心感谢你，你的保守甲看顾引带。阮教育馆的工程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工程的验收、交厝、内部装潢。恳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或者一切定事会当妥当来进行。当阮伫遮恳求主圣神降临，运行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互阮专心谦卑领受对主来的感动。借着牧师你忠心的仆人的教示，互牧师所讲的感动阮的心，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造就，愿阮的诚心的阿乐甲敬拜，诚侪芳芳的祭得到主感纳。这时阮要当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一直是，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为国关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当心来用四道圣经来做咱个人信仰的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逼倒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所在咱三角来启应，伫启应文第24诗篇700篇，我来启，咱来引，咱三角来启应。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主人，是伊无有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续到万代。阿免。咱当心来听上帝话。咱即时要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19节。
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因为安尼，我跪倒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隆重的家对伊来号名的，由于照伊阳光的庇佑，对伊的神用关灵，互恁心内勇惊，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殿军下地基伫真爱，才会甲隆重的圣徒享悟迄个长阔高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袂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逼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互咱的心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启示。这时，咱要阁三角来赞美圣诗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请咱起立。上帝的恩惠慈悲，眼光无地理，仰望关山也是美，地势满片是，透早黑门所回归，日头发光辉，这所光光人天线，主恩高卡宽，上帝的恩惠慈悲，坚持无地理，爱的水天的沙表，我应我的娘，黄昏高丽的海湾，一更要被霜，这海水亲自上你，主恩高卡去。上帝的恩惠慈悲，天高无地平，天空无这沙漠，遥远的风波，是情阿拉的同样，对更的秋香，这风波虽然经过，主恩可卡这请坐。这时正道，牧师今仔日所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免别基督的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那咱踮伫咧拜堂教会三角敬拜，也特别踮咧厝诶，咱通过手机也是通过电脑，踮咧平台收看直播。望主，互咱伫即几礼拜来经验，踮伫咧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甲即个撒玛利亚诶妇人人诶一个对话。撒玛利亚是伫咧犹太较北边诶所在。咱讲加利利、撒玛利亚，然后犹太这边就是耶路撒冷。因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咧论到敬拜功课的时阵，主耶稣讲心灵甲诚实，伊则是咱爱超越空间，甲迄个人的关系中间的一个敬拜。所以我相信踮伫咧厝内的兄弟姊妹，你若用敬虔、专一的心。三角敬拜就含兄弟姊妹同齐，咱要做阵来敬拜上帝。尤其是近几个月，咱要求主对咱中间所拄起的，毋若敢若保护咱，互咱无受到即个病毒疫情的影响。台湾有影是真特别的所在，咱看全世界180几个国家，逐个国家的情形拢无共款的严重，毋过上帝哪会互咱台湾，咱四周的国家嘛是真相中啊！莫讲中国，连日本、和韩国过去一段时间，等等咱四周围的国家，独独台湾，咱去经验一个上帝有的确伊的心意，所以咱毋是干那家己求平安难行，
咱嘛毋望伫即个时代会当为着世界逐个国家祈祷，但是咱嘛爱去敲揣上帝到底要甲咱讲什么话，互咱有一个见证出来。即个见证足重要。人活伫即个世间的性命，毋是干那要求平安、添福寿，到有一天第三个生日到，咱绝对毋是安尼。咱是毋望咱一生的中间，会当去领受、见证上帝是国活国真的上帝迄个使命，参与伫个见证上帝的掌权。即个变做咱甲伊有分啊，甲即个掌权的上帝有分啊，毋是伊做伊的，敢若互人咱领受那尔。咱毋若敢若领受，咱竟然会当踮咧伊宝座的边啊，三甲享受掌权的荣光。这是上帝囝儿极大的一个领受的祝福。所以咱求主怜悯、医治全地，这嘛是咱会继续的祈祷。不过嘛，伫即个中间，咱有一寡学习。兄弟姊妹，即马真侪倒转去厝的，拢会先去洗手。咱会互相提醒，我家己转嘛共款，转去入去二楼，转去牧师馆，先入去灶骹，也是入去浴巾，手先洗洗，互相提醒即项。迄天一个会友问讲，牧师即款洗手甲犹太人洗手敢有关系哈？伊迄个想到圣经内面咧写讲哦，学生斗阵食饭时无洗手，无照规矩来，法利赛人就责备啊。但耶稣讲，你看，你的学生哪会无照规矩，无照咱的传统来洗手？犹太人到即马洗手，佫两款情形，一款就厝内食饭的时阵，也是去餐厅你嘛共款哦。佫一款就是伫个要祈祷、要献祭时阵。咱即马较碰会到的是，你若踮伫个耶路撒冷，踮伫靠墙的外口这边，苦墙、西墙这外口。伊有即个洗手台，洗手台捏落去水就出来。毋过伊遐有真侪是即款咱敢若铜杯铜制的，是讲虎仔做迄个，敢类似大钢杯。你注意看伊每一个杯啊有两个耳，有两个耳。即两个耳毋是对照的，毋是180度，是90度。即两个耳啊是90度，所以当你水捏落去，即个堆满了，用正手摕即边。甲倒手洗洗，倒手清气啊，放落去，你就对水用倒手换另外一个把柄，然后再来洗正手，安尼连续3摆。因为如果若敢若亲像咱的马克杯，干若一个耳来尔吼，你即手摕来倒即手洗清气啊，你用即个过来换即个，哇，结果变垃圾的。即个兄弟吼，伊讲这甲咱即摆病毒。叫咱安怎洗手，共款呢吼，对吧？有当时咱掠做洗清气啊，你安怎去弄个就垃圾的手甲清气的手吼，煞难斗阵。2、3千年前吼，犹太人因着伫洗手顶头遮尔啊讲究。问题来啊，圣经无写到即项，圣经咧讲着。洗手这项代志是伫咧出埃及记30章，毋是咧讲食饭的洗手，是讲伫圣殿中间献祭时阵，这利未人、这祭司因着爱清气家己，因为上帝是圣，献互伊的祭物是神圣的。羊牛无下属来啊，这个人有下属，这个人无清气，所以这个服侍人爱洗清气，毋若干那洗手啊。规身躯爱洗清气，逐工要献祭时，逐工爱洗好清气，所以来服侍遮的献祭的祭物，然后放伫上帝面前。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当然洗手洗骹就足重要的代表性。倘好你伫献祭过程无甲遮的祭物拍垃圾，比较去互上帝的神圣受侮辱。所以这是原底伫出来记30章咧记载，即个洁净，佫毋是咧讲洗手哦，洁净礼，即洁净要紧的功课。毋过咱知影犹太人有伊的传统，是伊的即个传统中间，
形成变做撒伫咧食饭的水手吼。这个嘛毋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对卫生对啥来讲拢有好处。所以即摆食饭的时阵，咱知影看倒边即款的，你若去犹太人因兜，伊互你洗手，伊有一个特别一个迄个水管，你手指尖朝上，伊水落来，你都爱个用拳头安尼踮咧洗了后，爱7摆哦吼，指尖朝下，水搁甲你呛清气，安尼哈，即个洗清气了，就用去三甲食。为什么遮重视即项？啉食是分享，领受恩典。毋是干那人甲人相甲食，是上帝伫咱中间，所敬拜上帝伫咱的中间，因伫回想迄款遥远的日子、天国的宴席。所以踮咧地面上每一摆食饭，敢若亲像伫咧备班，有一日伫上帝遐遥远的日子到，人子到的时阵，迄个宴席。所以每一摆因伫食饭，拢是伫咧领受。亲像耶和华的日子到，所以为什么因洗手应该这个列比吼，甲这做一个结连呐，变一款的传统。耶稣咧提醒的，就是讲毋通互传统煞成做咱的束缚，吼。要紧是倒转去伫上帝面前，伊是圣，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咱的心思意念嘛，成做圣，通好来行。上帝意爱咱行一切的好事，所以是伫遮哦吼。上帝是圣，所以当每一摆咱来亲近伊来献祭的时阵，咱嘛要学习神圣的功课。遮要帮助咱伫日常生活中间会当来行上帝准备要爱咱行的好事。所以这是即摆的试验，毋知影讲竟然咱有一个兄弟去想讲这甲咱。伫看圣经中间犹太人的洗手的惯例，我讲继续保持洗手的好习惯，对吧？伫咧洗手的过程，想到的毋是干那家己要洗好清气，嘛想到我对四周围的人的责任，这是对厝内的人的责任，对咱的朋友、对社区的人，这是咱一个责任的回应。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其实就是咧讲个以弗所书。今年每一个月有一届，我有一个主日会用以弗所书，是因为咱去年12月，咱有300多兄弟姊妹，大家人拢有摕到一本，希望你嘛会当摕这本得到利益甲帮助。咱有几个小组团契是用这本以弗所书研读本，踮咧前泡澡学习。这本中间，咱倒转去看59页，伊咧讲到以弗所书咧论教会到底是啥物？教会甲基督的关系，所以用3个来表达。我踮咧意见有甲咱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身体。用身体要表示的是啥物？这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活的、会喘气的、有软弱、会泡澡、会得到造就，这叫有机体。所以咱教会兄弟姊妹3甲主日都毋是要来参加一个聚会那定。通过参加聚会，通过敬拜来经验到一个活的生命。这是身体，是教会头是基督一个表达。第二，这本册中间毋是这本册，以弗所书保罗咧讲教会甲基督的第2个概念，就是亲像正平一个建筑物，亲像咱这边的教育馆建筑物，亲像这样呢，正平这个图，逐间的建筑物拢有伊的结构。教会甲基督中间有一个结构性的关系，然后每一个建筑物袂干那要起遐做文字馆，咱常常去批评讲我开遐侪钱起即个物件，到尾也干那饲网啊，袂。当初设计的时阵，阮当有伊一个目的，毋茫发挥伊的功能。那安尼，教会是有建立，亲像建筑物，要讲的就是教会，毋是要变饲网的所在。人三甲斗阵，毋是干那要停留伫遐，是要发挥伊应该有的目的甲功能。即教会，咱就爱知影，每一个时代所领受的使命，发挥伊的功能。第三，用夫妻做比例，是要来讲到教会甲基督中间，咱应该爱亲像拄仔所讲的，要献互基督，互家己会当
得到清气、神性，通伫基督的生命关系中间，咱甲伊三甲斗阵，亲像咱看即款的一个夫妻互相成全，生命得到丰盛。所以以弗所书来讲到教会是安尼，毋望咱会当甲以弗所书即张批信，古早写批毋是分段读啦，全部6章把它读一次哈。全部6章，啊，你拢甲读一届，你会看到伊咧甲咱讲到保罗咧讲到教会即款的一个心意。所以若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到啊，咱顶下咧讲到以弗所书第1章咧讲，用700度基督坐伫中央啊吼。以弗所书第1章20、23节咧讲，上帝要互万行拢幸福伫基督的骹的，所以700度甲基督中央画伫遐，哦，下骹有敢若万国万族，啊，然后咧。基督做头，啊，教会哦，即间敢若亲像厝啊，遮侪人斗阵，是基督的身躯，所以充满万行有。即个保罗安尼用一个图画来想象即项代志，听起来真奥直了解。所以咱先来看今仔日所读的即段第3章14、19、19节是保罗的祈祷，即个祈祷。伫以弗所书中间总共有2篇，第1篇是伫第1章16节后半段开始。啊，伊即个第1章的祈祷甲即篇，你若2篇甲对照起来，你会发现你足想要甲背起来，因为即个祈祷会变做你足好的经验。即2篇吼，你甲对照，对照讲伊安怎去祈祷，保罗安怎祈祷，一个使徒伊的祈祷绝对值得咱学习。所以伫个以弗所书3章第1节，伊讲对伫安尼，我为着恁做耶稣基督的受患，为恁祈祷。伊才讲到伊迄个时阵的情形，因为写即张批信，伊是踮咧罗马，互人掠去伫个罗马。你看伊的手有一个链仔，甲罗马的兵丁连斗阵，啊，然后请伊边仔的书记，伊讲一句，书记替伊写互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就是即张批安尼写。所以用迄个处境讲，为了耶稣基督，我煞变受关啊！哇，系啊！即个人受关，这亲情50，大家拢都爱想看，到底是安怎互关？最好跟他保持距离，关系讲得清楚，毋通去用牵拖到。你若看即段，我跳去13节，因为12节，第2节到13节就是咧解释第1节，伊是一个插播。要讲基督，结果第2节开始讲到为什么为着基督受患难，这是恁的应当毋通惊吓，毋通因为安尼煞惊着讲，哎呦，啊，阮的先生保罗哪会去互掠、互关、受关，碰到艰难，碰到生命的挑战，连世间的角度价值观就开始想，一般的人想讲，这先生哦，我做了什么歹代志，所以地教。我会陷落安尼，这是真平常的一项。第2款，想搁较远的啊，真世人哦，真世人哦，歹识得，所以即马哦，再碰到这个艰苦，你想搁较远是安尼。啊，若想搁较快吼，啊，这阮人是阮爸爸妈妈，阮阿公因迄代毋知影安怎吼，啊，这个吼叫做累积起来，作为业啦，啊，所以我承担。人世间的角度，若碰到患难，碰到困苦。碰到歹代志的时阵，咱按个人开始想，哎呦，可能我吼前啊安怎，所以即马安怎，想较快，就家己这前生跟今世啊，啊若无就是阿公阿嬷好几落代志。保罗讲毋是安尼，少数的人碰到患难困苦受关，伊看另外一款的角度，因为基督的缘故，甲基督三甲。分享迄个应当荣耀，是因为安尼来受苦，这是保罗祈祷的处境。兄弟姊妹，咱伫祈祷的中间，你安怎甲上帝讲话？当你碰到艰苦、碰到艰难的时阵，你有去甲天父上帝讲，你要互我的荣耀是甚物？伫这项事顶头要互我经验到甚物款基督的受苦？那安尼的时阵，你就袂去。误解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心意，咱常常的误解。我碰到这款代志，阮人是安怎？家己做这款的功德的连接，毋是。
保罗伫即个祈祷一开始，甲咱讲足清楚的，伊讲为了基督受关，恁毋通失志，毋通失志，这是恁的荣光哈。所以14节开始，才是进入即个祈祷。所以这款的身份，常常咱会记得基督徒，咱常常有这款相同的使命，甲相同的身份。咱基督徒常常有这款相同。所谓的双重的生命，咱就毋是干那踮伫个世间日子跑走的使命了。咱看到的使命的展示会无共款，这是一个相同的使命。另外，身份，今仔日踮咧遮是台湾人，踮咧树林教会，诚做一个同工，一个公司中间做一个积分，这是一款。但是另外有一个是上帝国百姓的身份，这款的眼光，要互咱会当看到保罗提醒咱，碰到患难、碰到功课、碰到挑战的时阵，这甲基督要结连到底。所以这是保罗祈祷的处境。有这个处境，你再来看这个祈祷的内容。咱会当看到这个祈祷的内容，就是拄啊15节到18节。咱拄有讲13节是14节是结连，你看14节伊个用所以哈，伊其实甲第一节共款。所以来祈祷伫遮，同重要的目的是要期待这个祈祷会当互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明白上帝伫基督内面所显明的疼。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伫道成肉体，死伫十字架顶，国外的基督，伊要向世间人表达出来什么款的疼。所以15、16、17、18，伊就甲咱讲到即几项啦。15节特别讲，咱爱明白咱的上帝，明白伊的名正，名明白正确，你才会当接受到迄个内容。一个囡仔出世，甲号名，名代表父母的心情甲祈祷。不管是父母号的，阿公阿嬷号的，这个名，一个婴仔出世，伊的名代表安尼。所以翻头来讲，咱嘛就要去明白到天父上帝的名，迄个意义到底是甚么。所以这就是咱所看到的15节，保罗咧讲到上帝的名。16节，伊咧讲到通过圣神，互咱心内会当明白，会当消磨有即款的力量。圣神互咱的毋是一个感动难定，圣神帮助咱明白，迄是一款的快乐。咱讲哦，知识就是，这是20世纪，知识财宝就是力量。所以咱常常讲教育最重要，对不？毋过咱愈行到21世纪，去年。昨暗一个青年人在咧甲我讲到即项，去年2019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有3个人，一个印度另外一对是夫妇，这个夫妇这个太太40几岁了呢，经坐诺贝尔经济奖遮尔几十年哦，第2个女性，剩下拢大部的，几十年遐尼侪呢。上百个迄个经济奖诺贝尔经济奖的得奖人，这个因这对夫妇因用真侪时间，20多年的时间，踮伫所有的送向人中间，踮咧非洲，踮咧印度，足侪送向人的所在，巴基斯坦，伫迄中间，因做一寡分析结果，为什么善恰人无法度翻身？20世纪叫做知识，你若好教育就好。即摆毋是啊，才发现一款资讯这个平台足重要。到21世纪，咱知影这20年知影这个重要性。若无，踮咧非洲囡仔哪遐紧死，水哪清气的水摕无，6块台票6块就会当得到一包药粉，互迄个水，敢若咱古早咧用明矾共款，水就会当清气。6块因付会起，毋是6块，但是因无即个资讯，互因知影你继续啉这款水是安怎。换做这款水你会安怎？这款的消息，这款的知识，无达到因遐。所以20世纪虽然讲知识是力量，问题通路若袂通吼，这个部分就袂好势。圣神伫咱内面是要互咱得到属灵的知识，毋那敢若是一个属灵的感动。17节咧甲咱讲，通过内在去经验基督的疼。
等下咱要特别讲到即个部分，18节到18节，伊咧讲甲正圣道同齐。那安尼的时阵，分享见证基督的听就足重要啊！毋是家己经验到伊的听，迄个听会变做真自私、真自我，到尾即个听会甲你即个人规个拢甲你消耗掉，迄个听会无去。但是伫人伫生命关系中间，伫付出的中间，要甲正圣道来经验即个听。所以对伫安尼，咱再看到同中后咧讲到迄个正圣道，我拄仔咧讲即个正圣道。为什么叫甲正圣道同齐一同？以弗所书第3章第6节，咱等下要背的金句。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面，甲犹太人拢同齐领受即个福音。咱拢做阿伯拉罕的后嗣，成做即个信仰大家庭的一部分，领受所应允的。犹太人的天国观念无法度了解即个奥秘。哪有可能？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听，就是这项。犹太人无法度明白，到即马也无法度明白，因为天国的观念毋是安尼。所以这个诚做一个真大的束缚。但是保罗就是要提醒这项，耶稣基督来，伊要互所有的拢诚做一体，同齐领受应允，这才是真正基督的听。所以，拄仔咱有讲到，伊讲有一项叫做“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台语讲，互恁心内勇行。真简单一句话，互恁心内勇行。这个原底这个字吼，内心也是台语翻心内，伊是咧讲到迄个 inner being， 伊是一个有 personality， 有一个位格的实体，毋是这个人的一部分来定。所以咧讲到可信度有一个外在的人，恁看伊安尼高中到即马身材拢无变，啊愈看愈老那尔。你讲伊后摆会更较好，毋知，但明仔载会更较老，这确信。这就是外在的可信度。啊，你看伊即个型，啊有当时安尼行咯，啊你讲OK， 这外在的可信度。但是有一个 inner being 是内在的可信度。这个可信度咧想啥物？这个可信度安怎碰到一寡功课挑战，是无法度讲的。会当表达到一个程度来尔，搁落去敢若可信度知，啊，甲谁知，甲伊的天未知来尔。连困破三领树的看守都无一定知。哦，这是一个 inner being， 有一个外在的我甲内在我。这个甲保罗踮咧罗马书咧讲到咱的生命有一款内在有大数。伊用另外一个譬如，哈，咱的内在有咧有大数。这边讲，迄好应该去做，伊讲毋免啦，做遐济要创啥，吼，也无会欠啊。你无做，别人嘛会去做，啊，个休困就好。伊咧讲内在有即款的有大数，伊点伫以弗所书用另外一款的譬如，叫做内在的我甲外在的我。伊踮遮特别咧讲，这内在是非常具体哦，毋是一个感觉来尔，毋是一个感受。所以拄有讲，迄个信心要互咱领悟。互咱理性，互咱意志，互咱会当分别，互咱有良心会觉醒。所以《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再安尼讲：外在的体虽然渐渐败坏，但是内在的我日日换新。同款，你讲外在的人甲内在的人，哈，这就是保罗伊的一个对耶稣基督所领受，明白耶稣的听。互咱的功课，迄个内在人，咱得到耶稣基督的光照，远程跑走，别人无法度体会。你甲天父上帝清楚经验迄个换心。所以上落尾，咱分享到保罗上尾啊，伫咧19节咧讲吼，基督的听，长跨远深。我想应该是踮伫咧罗马有一天没有光害的时候，一抬头哇，这个宇宙是安尼。当然，伊毋知影银河，毋知影讲这遐尼啊奥妙，伊敢若知讲这宇宙。所以咧讲到拄后，你看伊几多甲18岁的时候，有一个土气，要安怎甲恁讲这款听？哎哟，讲袂清楚，恁家己举头吧，恁家己举头吧。暗时的时阵，家己举头看这宇宙，基督的听都亲像安尼，哈。所以咱正信道同齐来经验这款的听，超过人的知识。超过人的知识，你若举头看到迄个天吼，超过
我所解释一切啊，保罗要甲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嘛甲你我来讲到即款，基督的听，迄个超越性，所以咱最近来读这段吼，然后麦克风的最近提咱可能吼，迄个线上的迄个兄弟姊妹买单，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超越性，要提到基督的爱，预备来，没有没有人人在在基督的爱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是基督的爱无法到达的。为为了赢得一个人，基督的爱未曾向任何人拒绝过。保罗就要甲以弗所教会兄弟姐妹吼，讲你抬头看这个天，你要去体会到我即摆甲你讲的这，要讲基督的听，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吼。所以咱会记得伊家咧讲，那安尼时阵，咱就更较会当徛在咯，对吧？迄个基督会帮助咱，甲基督同齐坐，同齐掌权，同齐国活，然后伫人世间，咱行代志、做代志，拢会当互人看到，哎，哦，恁这是基督学生。等下12点到7点爱加，要点样食，咱要用迄本册甲第3章特别要讲到即个部分。第3，保罗咧讲，那安尼，咱踮样即个世代当徛在，互基督的德性得到保全，咱继续来向前跑走。所以那安尼，咱即礼拜求主帮助咱，我迄个 inner being， 多一个部分需要更较勇行，大意讲勇行。吼，我的 inner being， 多一个部分。这个时刻，更较需要勇敢。还是我四周围的亲人中间，有多一个我会当为伊这部分来祈祷？伊迄个内在的人吼，要安怎会当为伊来祈祷？第二，我拄好讲到这两段的祈祷。这礼拜你若有较侪时间咧厝，你甲摕出来做对照，你的确会伫这两段的祈祷文中间，看到伊为着你的教会生活、甲社会、家庭、工作生活中间。带来一个影响，一个真奇妙的一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人面的主听堂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你极大的疼。这款的疼，要成做一款的力量，伫阮的生活中间发挥出来。求主继续引带阮，通互阮会当成做领受疼过别人，成做别人祝福的一个人。无论阮伫倒落。拢要经验主，国活国真的主伫阮的中间。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三个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32首。耶稣听我知明，请咱起立。耶稣听我在意，因为你在你心间，细汉囡仔水浪中，耶稣会听小苗苗，哦，耶稣听我，哦，耶稣听我，哦，耶稣听我。在你身边。
备万心来奉献，三甲来吟诗献做活祭。我主我的心平安，我主我的魂归你，你主靠听到我真像天的星这地星高万岁，我主我的王，我努力多尊名，我爱我努力子。要送就要送，给我一生来起立，阿门。要送就要送，给我一生活力。我的亲吻很我的，很出那团的记忆。我们在经历修索，我们很的最紧密。小姐，咱当心来读本周的金句，第九部的第一页，我读一摆，咱三甲来读两摆。以弗所书3章6节，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好事，当做一个身体，三甲有分伫所应允的，咱三甲来读两摆。有所书3章6节，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好事，当做一个身体，三角有阮伫所应允的。有所书3章6节，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好事，当做一个身体，三角有阮伫所应允的。上帝话去调节咱的心，搁去行。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OK， 安尼咱三个来关心咱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事工。今仔日中昼12点，爱家团契举行圣经研习，会有线上直播，欢迎兄弟姊妹参加。后礼拜是台北大专事工纪念主日，吴启德团队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教育馆使用执照已经伫个4月14号顺利摕到。教育馆的兴建准备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主上帝必定会继续保守带领，伫后来逐项的事工拢会当顺利进行。因为武汉疫情的关系，互兄弟姊妹彼此请安关怀的机会受到影响，教会中级会照5个牧区加强电话关怀。欢迎兄姐以行动支持，甲参与本会逐项事工。2019年度会友奉献感谢证明会当到办公室领。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同心敬拜这个时刻，咱除了拄仔所看教会这圣工以外，当然对咱教会来讲，这是一段真重要的阶段。拄仔有报着讲使用执照，咱已经有摕到。
等下下晡游园爱搁开建筑委员会，这是一段真无简单的过程。毋过当咱行过以后，咱会搁较深体会，主要知影伫即个过程中间因带保守。咱实在是爱真感谢上帝，甲咱陪伴。遮个建筑委员，我前几工祈祷会也特别有提到，咱遮个建筑委员因，你若有机会帮着，你实在是，我感觉咱实在是爱甲按个赞吼，我嘛要安怎念啦吼，看你安怎用你的方法吼，包括咱咱的迄个主委、副主委、主民长老、圣德长老、甲许愿长老吼，啊，搁咱有几落位同工，本来是即事啊，当然经过遮长的时间，有诶嘛做长老啊，包括讲咱亲像迄个娟惠长老、美玲长老吼，迄个我这读落去13个考试嘛，考会出来福祥长老、建福长老遮吼，拢斗阵参与伫即个过程。龙凤吼迄个红龙执事、乃文迄个个本师兄纪英林长老吼，已经开超过100摆的建筑委员会，一个月开一届。你看呢，经过遮长的时间吼，使用即条梯着，表示过来一个阶段验收吼、交厝落庄，所以真侪同工已经挡袂牢啊，想讲敢袂用先椅仔搬入去，先开会先聚会。我讲这吼，看卖看迄通的袂吼。意思讲使用即条梯着，看若有需要时阵吼，咱做阵看安怎来运用。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咱礼拜有调整。你看 PPT 为了要配合咱现场甲直播的，所以咱看 PPT 有一寡调整，对吧？好，类似安尼麦克风等等遮，包括咱的开会上课有诶袂停的。所以咱换所在干那遮，有当时用2楼，有当时用迄个幼新的埕吼，类似即款的。咱的一寡聚会，因为时间、空间都做遮调整。即款的过程虽然感觉有一点无方便，不过我个人定定是伫咧无方便、无顺利的中间经验主的因带。一顺利、一方便吼，拢照我的计划咧，上帝就免啦。敢若亲像上强的安怎袂去？都是咧无方便，伫咧挑战的中间吼，搁较深经验主的因带。所以只是咱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除了教会拄啊遐事工，嘛包括咱家己个人、家庭、工作、社区，咱做阵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咱会当做阵领受你的话语，讲求你继续因带保守。即款的疫情的中间，我们尽量注意的掌管，你对你出到你所在，你的名是应该这个网络，互我搁一摆经验你的光环，就是，若是敢若阮个人，阮也特别为了遮所在来祈祷，你掌管你所在应许，是主是。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圣经有记载讲，就爱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若定。虽然这几个月因为病毒疫情影响阮真侪生活的特殊，甚至包括教会礼拜，但是无论环境安怎改变，属于你的百姓，阮犹原要敬拜你，服侍你。你的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阮活地就是要来服侍主，来敬拜你。恳求你因带保守阮，互阮会当搁一摆经验到祈祷，伫你面前得到你听，你眠，阮拢无惊行，因为你话命的话应允伫阮的中间。你家己差派天使天军来保护带领阮，阮搁一摆。也将教会仰望交托伫主的圣手，因为教会头基督已经国活，就你要将这个权柄也交托给教会，互阮会当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所摆列的祈祷，
愿你耳耳通听，你的慈爱怜悯，拢无离开我。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吟上言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上英线，请牧师祝祷。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别倒，闭会。